怎么了？请进。参见皇上。哎，伯父，您可真会开玩笑。李欢，这些东西你可曾熟悉？伯父让我来，就是来看这些东西的。你看我这些文物价值几何？这些东西都很不错，唯有这把剑最有价值。哦，哎呀，年轻人，果然好眼力呀！啊，老白啊，他就是李欢。哦，他是我朋友，考古专家白教授。白教授，李欢，刚才跟你开个玩笑，别介意啊。我怎么会介意呢，伯父？李欢啊，这套龙袍跟你的体型很相配，要不要穿上试试？这个龙袍有一股怪味儿，闻着头疼，我穿不得。这龙袍上啊是用了各种的化学洗涤剂、酒精、汽油、甲苯、丙酮，我也闻不惯这些怪味儿啊。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东西，我想请你来帮我鉴定鉴定。李欢，哎呀，太巧了，太巧了！哎，你看，这书上啊，就写着李欢。这本古书里只有这2个字是用汉字写的，没想到你居然跟1000多年前的古人名字相同啊！啊，哎，你看啊。这书上啊，就写着李欢。这本古书里只有这2个字是用汉字写的，没想到你居然跟1000多年前的古人名字相同啊！啊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个皇帝也叫李欢啊？哦，我呀不认识这书上的文字，所以我也不敢确定，但是我只看到书上有李欢这2个汉字。据我所知，在南北朝时期没有姓李的皇帝。如果说这个李欢是皇帝，那可能是时代搞错了。哦，我是用碳14来鉴定的，这年代不会有什么差错。如果说这皇帝不是叫李欢的话，那么这李欢也许跟这个太宗皇帝有些什么紧密的关联吧。李欢，莫非你是这个皇帝的后裔？伯父，这个李欢不一定是人名，也可能是地名了。白教授，你也帮我好好考究考究，看看我到底是不是有这个贵族的血统。
好，李欢呐，李欢，你究竟是谁呀？这标志着城乡低保标准将和物价挂钩。成绩给学生分明色。哎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身份证，还有户口本儿，这是我兄弟叶波给办的。真成现代人了，真难看。是吗？我也觉得挺难看的，跟我本人差太远了。你这是在故意显摆你帅吗？你的精华都长到你这身臭皮囊上去了，所以心就跟大萝卜一样空。这么多钱，你又抢劫去了？抢什么劫啊？这是我赚的。又出卖色相？说什么呢？这是我赚的外快。外快这词儿你都会了，进步不小啊！我现在找到一个兼职，赚点外快。无论你是冯峰还是妙莲，在我心里都是一个人。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李欢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可能喜欢你的。我相信你会喜欢我的，一定会。你别忘了，你杀了家业，还要杀我，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仇人的。你到这儿来，是因为我可怜你，所以才让你住在这儿的。这就是我们的关系。你是要赶我走吗？等你可以养活自己以后，你就可以离开这儿了。喂，你好。对，我是。真的啊？那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发财了，我们发财了！什么事儿啊？我的小说在网上的点击率排到第3名，我有3万块钱了！真的呀？太好了！太棒了！我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把钱打到我们那张共同的卡上。哇，夫妻共同赚钱养家。少废话，谁是你老婆？我们就是合伙的关系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呢？好啊，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庆祝了。
怎么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让我看看。我看看。天哪！我真的没事，只是一点小伤。怎么搞的？你一个皇上，跑这来当打工仔，当什么武术替身啊？你又不露脸，火的都是那些明星。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精神好着呢，你再让我打几份工，我都愿意。你干嘛那么拼呢？你现在不是有外快赚吗？外快又不是天天都有的。那你那几个小时就能挣1万块钱，那是什么工作啊？不好说，反正就是给他看看东西。具体什么情况，哎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啊？走。来。这里阴森森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哎，回来，走。别拉着我，我拉着你。哎呀，你干嘛？视网膜虹膜辨识，高科技啊！这个眼睛好神奇的，我回皇宫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安一个，再也不怕刺客了。这是干嘛的呀？不是007的老巢吧007是谁啊？你跟他很熟吗？哼，也是一小公狗，有空介绍给你认识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不用怕，